教主啊，一年一度的三香龙展览会开始日呀，阿得拿去讲讲难吗？最难。二狗来接等5分钟，随了体育场代购。老板，你是哪里人？我们是克什米尔。克什米尔。对。这些属于丝绸吗？这个是羊毛的。这个多少钱？这个是200块钱。老板，你是哪里的？我是巴基斯坦的。巴铁的朋友。巴铁的。我想问问，像这些是什么木头啊？这个是花梨木的，全是手工的。这个注射80块，大的大小，这个小的60块。来，高师傅来看看，我要支持巴铁一单的。你们A穿啊？A穿没漂亮呀，随 A穿吧。这个原价是80块，但是我做开张价的60块。好的，谢谢。巴基斯坦的。好了，付好了。好，谢谢。好，祝你生意兴隆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一笪占地6000多平方、100多个商家，中南都高地江、洪州的鲈鱼干、新疆的白蛋干、后地的大王仔、西藏的青口饼、巴基斯坦的花梨木家具、西藏的翡翠肉肠猪烧、大理的海参、云南的后蛋，还有正宗的蜂蜜。一笪地蓝素最基本上侪晓得的，已经连了10年了。这一带全球商品馆子，看看一笪有啥个外国好。基本上每个摊头侪喊试吃。特别适合年纪大的来逛逛，胃口是认得不少外国朋友，你明年再来。